这个第二核能发电厂1号机啊，运转的执照到今年年底才来到期，也毋过为今仔日开始来降转，按算6月要提前来除业。真拄好的是，这个新北市树林产业专区太阳光电的系统，早起是正式来启用。总统蔡英文甲新北市长侯友宜做伙来参加。这个新北市上届大场的单一厝顶型的太阳光电启用了后，对国家能源的转型嘛真有帮助。新北市长侯友宜比蔡总统早10分钟到场，亲身迎接总统，两个人徛讲台。绿能前瞻，永续台湾。新北树林产业专区启用太阳光电系统，总统蔡英文和新北市长侯友宜讲台，两个人中间徛有上强乌之上称号的行政院副院长陈明珍，中地方合作要拼太阳光电。刚才侯市长讲说，今天天气很好，今天天气真的很好。侯友宜嘛话话，希望企业加码来投资，除了和中央合作，这个新北上大单一厝顶型的太阳光电启用厂房厝顶设置太阳光电，会使降温，嘛会使帮助国家能源转型。政府今年大量推动公部门厝顶和企业厝顶设置太阳光电。对国民党主席江启臣和民众党主席郭文哲一直论坛讲台，当然有无共声音。侯友宜嘛讲爱把心拍开，每一个人都要敞开心胸，一起跟所有的政党，大家可以坐下来，如何思考团结。思考为我们人民多做一点事。侯友宜和蔡总统讲台以外，嘛认为政党之间应该互相合作，才会有利国家的发展。